送人嘅专题，日本人爱为大家设计嘅喺方面强偏显水意，创业成功，同时未创立中华民国关怀新创平同协会嘅企业家叶总林，叶总林嘅老婆嘅啲云林钓南，佢一條屋下嘅主堂嘅民生堂，本云林縣政府指定做历史建築，保留嘅棟到客家元素。葉總林講，雖然佢入台人冇乜界外講客嘅，唔過唔少聽表態自家嘅客人，行家未記得愛關懷社會、關懷弱勢。親身作強偏主義和強調社圖假行畫圖，無學生發揮創意。發明強偏主義嘅葉總林講，安尼創意其實係對細漢甲下嘅身份經驗相到嘅。我看到我那個阿嬷祖母在蒸那個年糕那個甜的那種年糕那旁邊的話，它是用那個透明的膠紙。結果我的藥到之後，我就一樣畫葫蘆，把那個大的羽衣拿出來，然後裁裁切切，縫縫補補，變成一件簡便的一個羽衣。葉總林細漢嘅時節，帶頭雲林釣南嘅老婆，對外交方看起來拍長烏雅，還有進行清高建築，做下係客家式嘅特色。呢棟老屋面線堂以及兩排嘅證件，咪同時融合日本式還有俄羅斯嘅建築特色，保住年間政府指定做歷史建築。台下地度有特台主公嘅假新牌，就代表抗日建奉主公嘅精神。葉總林上戲細漢今晚，只聽到阿公用抗日念詩，前到轉戲嘅那個年鄉主席，是黑頭廣東陸豐。我記得在我家的廳堂裡面嘛，我阿公有一個祖訓，他說那個要，一些客家的一些那個傳統作風嘛，必耕必讀，客家是這樣，勤儉質樸，非常的勤儉，簡樸。這幅到葉總林阿爸嘅配太實在唔曉講客話咧，佢面對嘅還卡係生活上嘅考驗。葉總林講佢唔係當我讀書嘅人，唔過實唔是想我標配，某個事情就要用正向來思考，行出自己一條路。我媽媽看了成績單，眼淚一直掉；我爸爸看了成績單，臉色變化無窮。然後突然間拿起了那個一個手拿起來，我以為要打下來，你知道，但是結果不是，他是緊緊的這樣摟住我，跟我講了這麼一句，說：那個沒關係你這個時候是腦筋還沒開竅。我爸爸的這麼一句話，就改變了我的一生。葉總林太好嚟來，他出現了後，發現出到先天性心臟病，以及使用開刀嘅錢。葉總林就決定對作為12年嘅職業軍人來退休，一邊創業一邊照顧來，所以咪組織了關懷心臟病同協會。剛好是台北經商要辦一個大活動，這個很難得的機會嘛，我就建議他說：可不可以來為心臟病兒童辦活動？沒想到這一句話嘛，哇，真的引起了很大的共鳴跟回響。哇，真的這些小朋友真的很有福氣啊！來了100個小朋友，100個家庭。葉總林組織病童嘅家長共下來睇書，未教辦照顧病童嘅知識，對研發強偏顯需義，都創立中華民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，未充分展現客家嘅愛精神，克服困難回饋社會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